咱人过年爱传年菜，东部养殖白虾，逐年拢正抢市。不过今年要食是搁较无简单啊，因为今年产量较少，搁受到寒流影响，虾也袂负大。即马市场一斤是已经化到400块啊。东部污染比西部少，饲出来白虾消费者真介意。不过这2天啊寒流一个过，伫台东养殖的白虾，这渔民网啊一个高起来，若看产量少，而且成长的速度嘛真慢。这50尾斤呢，我们一池至少可以养出1至2万斤，但是现在只有500-600斤而已。渔民讲，这批虾仔是去年中秋节放的，不过拄去拄到风台停电，虾仔大量死亡。新放的本来要伫今年农历年前高起来卖，却搁拄到南面高温、南面低温，甚至寒流。白虾是温带水产，低温会影响成长。另外，今年养殖期间杜鸟大量出现，带来病菌，这有是造成白虾大量减产的原因。因为天气变冷，它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。还有候鸟，今年的台东候鸟比往年更多。那现在消费金没400。最近全国白虾下拍卖行情，上顶虾1公斤爱2.5，还出现过500的行情。不过渔民讲，即马东部养殖的白虾可能是有价无量的行情，渔民损失真严重。消费者过年想要食到东部白虾，可能嘛爱看运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